来看云林县麦寮乡靠厝的养殖区哦，最近是有业者发现讲有挂麦寮乡公所报调的车，加一寡开过水哦，倒到附近的空地。业者就表示讲，因3月中就有去反映，也毋过到达阁无消无息哦。环保局嘛表示讲，会甲公所做找厂商来说明。这台蓝色的政务车，顶个5月18开到麦寮乡靠厝养殖区的空地，互附近养殖户看到业者若想甲废水直接摆伫咧鱼运边仔的空地，而且车身阁挂着麦寮乡公所日用的布条，质疑这的水若是污染，恐惊会致使鱼运的损失。我伫遐看过来，咱一只蓝色的车伫遮毋知创啥，我来过来看卖，结果是一只青菇草伫遮咧倒废水啊！倒落嘛，毋知啥物水拢为我裤仔底怎摄出来啊！有拄则有油啊，有拄则敢若像汽油啊、柴油味足臭的。本地养殖户表示，当时发现了后，就随通报麦寮乡公所、甲云林县环保局，也毋过乡公所讲今年无发包清污相关的工程，也环保局到场无采用化验，嘛互质疑。环保局解释是因为迄个鱼运也无饲鱼，即嘛因要追查相关的人甲车。后续将依照申请人提供影像资料，尽速联系相关单位及查明疑似造成污染车辆所属公司，确认厘清。若查证确有污染属实情事，将依法开罚。因为我住伫迄边，你有的时候我拢唔知影，讲直接去倒这废水，因这废水就渗透伫地下，这其实无好遮地下，阮拢抽地下水啊。附近的养殖户也表示，伊的鱼运都伫咧边啊。去年陆续有袂少鱼仔青笑死，质疑是受到污染影响。即马搁较烦恼，若是这个废水有重金属，恐惊会严重影响养殖的环境。也环保局是表示，即马已经通知迄台车辆的公司说明，后续经过调查，若有污染的情形，会依法处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